了压制多座城市爆发的反对清零、反对封控的集会活动，中共官媒带风向说，这些民众受到了境外势力的影响。但这种说法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怒，纷纷起来反驳：“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这句标语在各地出现，有人手举牌子，有人在街头喷漆，也有人在字条上写着，表达了老百姓的心声。11月27日晚，在北京亮马桥抗议现场，一名年轻男子声称，他收到了消息，在抗议者周围有境外反华势力。这话一说，引起了现场群众的愤怒。现场抗议男子问道：“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还是列宁？”现场另一男子说道：“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这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回响，有网友质疑：被大火吞噬的几十条鲜活生命，难道是境外势力把逃生通道、消防门锁死的吗？这个套路用了100年了，包括6·4和香港事件。海外华人陈先生说，中共肯定会说是境外势力的煽动，这是中共的惯性。如果他承认了这些抗议是民心所向，也就等于承认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倒行逆施。而且这个邪恶政权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境外势力，来自苏联的境外势力。回顾这次南京传媒大学发起的集会活动中，一名新疆学生慷慨激昂地为死难者发声，而校长亲扑抗议现场，口出威胁，却遭到了嘘声。南京传媒大学校长表示：“你们总有一天要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现场的学生反驳说：“你也要为你所做的，是这个国家要付出代价。”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上海的集会上，民众的怒火难以遏制。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就是要污蔑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价值理念、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要拉仇恨，就是要让中国人去仇恨这些宪政民主国家。中共害怕中国人喜欢欧美这些国家，而产生喜欢他们的制度、喜欢他们的文化、喜欢他们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在中国成为一种价值诉求。底层老百姓容易受到中共制造的信息所蒙蔽，要多翻墙才能破除中共的谎言。中共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持续进行，民众走向街头呼吁当局停止封控，拒绝强制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并高喊争取自由的口号。这是继1989年6·4天安门运动以来，中国再次出现的大规模抗议行动，也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举着白纸抗议中共当局封控限制的群众活动在各地蔓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以及联合国都对此做出了回应。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劳伦斯呼吁，中共当局应该尊重和平抗议的权利，不要抓捕和平抗议者，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任意拘留。美国国务院透过电邮声明指出，长期以来一直说，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平示威抗议，包括中国。各地的人民冒着极大的风险要求他们的人权。外传中共当局开始镇压抗议者，有不少抗议者被警察殴打并带走。中共当局不应该镇压抗议活动，而应允许每个人和平表达意见。分析认为，抗议活动的口号变成了革命性口号，这场抗议已经不是社会运动了。中共当局还没有对这场抗议发表意见。不过29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强调动态清零不动摇，被视为8964后中国最大群众运动的白纸运动能否持续发展，国际社会持续在关注。11月29日，数十名曾经参与1989年北京6·4运动的海外民运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告中共军警书，呼吁中共军队、武警的官兵和普通警察不要做违宪违法者的帮凶，绝不能像1989年那样把坦克开上天安门，更不能向民众和青年学生开枪，再制造一次屠城血案。告军警书强调，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6·4屠城的悲剧不能重演。目前至少有47人签署了这份告知书。同一天，42名6·4民运人士还发出了一份致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开信，紧急呼吁他们顺应民意，结束动态清零政策，并要求习近平下台。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已经开始调查参加抗议集会的人员。路透社报道说，2名抗议者说，有自称是北京警察的人要求他们到警察局做笔录，交代他们周日晚上的活动。一名大学生也说，校方问他们有没有去过抗议现场，并要他们提供书面说明。另一位见证了北京抗议活动的人员说，警方问他们是如何听说抗议活动的，他们去抗议的动机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是如何确定抗议参与者，也不清楚中共当局打算询问多少人。11月24日晚，在乌鲁木齐天山区东环市场旁的吉祥园小区，一高层住宅楼发生了火灾，至少造成了44人的死亡，9人受伤。起火部位在15层，火势蔓延至21层，烟气扩散至屋顶，大火燃烧了约3个小时。防疫栅栏已堵住了消防车，导致了救援延误。11月30日凌晨4点开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维吾尔民众聚集在中领馆前悼念火灾遇难者，以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以各种借口在东突厥散进行的法西斯屠杀活动，强烈要求全世界追究中共的责任。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向土耳其警方出示了在火灾中失去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讲述了中共暴政的残酷镇压。